大家好，歡迎翻嚟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Sir 黃希志。早幾日咧遇到個青年商會嘅朋友，就好後生，咁佢問咗我一啲關於而家做緊嘢嘅方向啦，同埋問題。咁佢話咧喺而家個市場環境不斷轉變，科技發展 AI 出現，過去嘅經驗變得咧不合時宜啊。咁佢自己會擔心被淘汰，咁叫我俾啲咩建議佢咁啊？其實我擔心到佢啦，係咪先？後生仔而家應該係最能夠擁抱科技，最能夠迎難而上㗎嘛。咁我早10年前啦，我都同呢個後生仔咧有同一樣嘅感覺。啱啱嗰個時間咧就係關於我哋嘅 Internet 年代同 Mobile 年代嘅一個交接期。即係話大家一路上網用電腦，突然間轉咗用手提電話，所有以前啱嘅方法都變得唔啱。呢個世界進步咧，其實同我哋個腦入邊裝住啲咩咧係息息相關。認知嘅改變咧，一路推動緊咧成個咧世界轉變緊。唔知你同唔同意？舉個例子，我哋以前由馬車變做汽車，由寄信變做電郵，由蠟燭變做電燈，其實種種嘅改變都係因為我哋對於呢個世界認知方法變得唔一樣嘅時候咧，你個世界再向前推，再向前推，再向前推。所以咧 Penny Sir 咧係一種咧學習焦慮症。因為點解咧？因為好驚有一日咧就會被呢個世界所淘汰，要掹住呢個時代嘅尾巴咁樣。咁甚至乎咧，可以同你分享一個咧好有趣嘅現象。大概乾隆41年啊，喺我哋大清國最盛行嘅時候咧，當其時你睇翻我哋國內嘅 GDP 咧，被譽為係全世界咧係最高嘅當其時。咁同一年咧，英國嘅瓦特發明咗蒸汽機，進入咗工業革命。同年美國嘅 Adam Smith 佢開始有一個新嘅 concept 咧，係關於國富論，就講嚟緊嘅經濟發展應該係點樣樣。美國咧就進入咗咧一個嘅自由民主嘅年代。3個地方、3個國家、3種唔同嘅認知，令到世界3個地方嘅人民環境咧去咗3個唔同嘅維度、3個唔同嘅 dimension。所以咧認知真係取決咗你將來會發生啲咩事。咁我自己喺最糾結因為當我越學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時候，自然而然咧就會產生咗時間唔夠啦。跟住有陣時候咧唔知點解明明係最 hit 嘅嘢用咗都好似揾唔到食啦。最後我想幫啲藝術家，佢哋係特別咧專注喺某一啲嘅項目上面啦，可能已經10幾20年啦。大部分咧都係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專家。呢啲嘅手工藝嘅同工業冇關係，應該揾唔到錢㗎。點知咧，當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竟然有一個喺北京，竟然佢嘅手藝咧係俾一啲嘅名牌子，而家咧係同佢合作緊，講緊咧1年嘅營業額係超過1000萬。如果我哋成日都諗我哋嘅結果同我哋嘅認知係有一定100%關係嘅時候咧，我就會好糾結、好沮喪，唔知道我哋將來應該係點。喺10年前咧，我就遇到種子法則，發現咗原來咧我一路理解緊嘅概念包括係世界梗係咁樣而嚟，定係從我而嚟嘅時候，當呢個觀點去 shift 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咗我理解到點解我哋以前一路學緊好多嘅唔同嘅方法技巧，最尾都會有時有效，有時冇效，跌咗落去咧，我哋最慘嘅一個狀態，我哋咧叫做鑽石交易。無論你學緊啲嘢係古老又好，新潮又好，科技行先又好，非科技行先都好，其實咧都唔會影響你嘅成功㗎噃。因此我諗第一個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就係咧，唔好執着於事物本身，因為咧佢本身係每一樣嘢咧能夠令到我哋咧成功或者唔成功㗎。我再舉多個例子係乜咧？我哋以前咧會覺得我只要咧學好 AI，自然咧就會揾到工㗎啦。我只要咧學好寫 coding，我自然咧人工就會變好。但原來咧呢啲我哋所謂以為呢一個從呢一邊而嚟嘅，其實從來都唔係咁樣發生。如果我哋理解種子法則嘅時候，種子法則話俾我哋聽，一切我哋嘅擁有事物咧都從我哋嘅種子所打開，因此我哋可以創造到我哋講嘅二合為一嘅美滿，即係話呢一樣嘢係古老嘅嘢都好，一樣咧係能夠令到我哋咧可以揾到食，變得更加好。咁所以喺呢度咧，同大家講分析嘅咧，唔係叫大家唔好學習躺平，反而係咧，你唔需要好糾結，究竟咧學啲咩嘢係咪幫到你自己手㗎？放心，去愉悅咁去揀一啲咧你中意嘅內容去學習。咁但係同時之間咧，亦都要教大家一個小撇步喎，要種種子，因為咧你有一個好嘅種子嘅時候，自然就能夠咧令到你嘅事業變得唔一樣。
咁啊，嗰個同學仔咧問咗個咧關於擔心嘅問題，我 Benjamin 我都係好鬼死擔心喎咁咧呢度咧就一個利他嘅方法咧，可以推介俾佢啦。可以點做咧？同樣嘅，如果我想解決我而家一個擔心，咦我會唔會俾人淘汰咧？咁你就要咧去幫助咧有同樣我呢個感覺嘅一班人，譬如係一啲可能啱啱人到中年俾人炒魷魚嘅人啦，去幫佢哋咧一個擔心咧被社會淘汰嘅呢個感覺又好，問題都好。當你嘅意識種下咗呢個種子嘅時候，你嘅人生咧就自然更加自由自在，去揀你中意嘅內容去上堂，可以咧去行你喜歡行嘅路啦。今日咧我嘅分享去到呢度，希望我幫到大家。咁啊，期待咧下一集再見，拜拜。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